We got something cool here， 全新嘅 Speediance 健身機，呢部叫做 Gym Monster 2， 你睇下佢幾細部，呢部機可以摺埋，幾乎唔佔空間，而且你可以有高達200磅嘅阻力。如果你用啞鈴或者其他器材要擺200磅重嘅重量要幾多位？而家全部都收埋呢度，呢啲全部都係電子阻力。收埋晒去下邊。另一個特別之處呢，就係有個咁大嘅顯示屏，你可以跟住佢做唔同種類嘅運動。你睇下調整呢個位幾快，其實你只需要拉呢個位，然後將呢個部分滑去你需要嘅高度，視乎你自己身形同埋你想做咩運動。重量就喺呢度調整，我可以喺熒幕上面調整，不過仲有個配件遙控器可以戴喺手指上，咁你就可以即時調整阻力。你睇下，我只需要用呢個滾輪，所以唔使特登伸手去個熒幕。如果你想加大阻力嘅時候，呢個就特別有用。而家我哋進入咗臥推模式，成套設備都好模組化，好似呢個細個托架，可以方便掛上，仲可以托住支拉桿，喺你咁低嘅時候就可以更加容易開始。我哋而家會轉用槓鈴，如果阿毛想嘅可以用我哋嘅翻轉功能。而家阿毛咧就可以睇到熒幕啦，但係你可以見到佢每做一次動作咧，熒幕都會有啲好似任天堂咁嘅滿足感提示聲。我哋入去睇下課堂，實在太誇張。呢度總共有102個課程，動作有641個。如果你唔想跟住教練訓練，就可以做呢啲基本動作啦。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又好嘅方法去學新動作。講咗咁多，其實 Speediance Gym Monster 2最正嘅地方都係夠晒細部唔佔地方，唔單止係用緊嘅時候細，收埋佢之後仲細添。你睇下，基本上係唔使佔咩位。大部分地方都擺得落，喺下邊有幾個碌可以隨便推嚟推去，又完全唔使好似其他大型健身器材咁就霸晒你成個房。所以你只需要用一部咁細嘅機器就可以做到全身運動，真係細到連你自己都完全睇唔到。